今早起10点外，这涉案的嫌犯行倒入去南投鹿谷的清水邮局抢劫佮放火，一名当咧值班姓刘的经理也防不着伤。警方随调监视器含车牌辨识系统，伫立月潭附近掠着人。但是这嫌犯表示讲，是因为伊投资失败，才会锁定只有一个人的邮局犯案。警方也以强盗和放火罪嫌移送法办。真侪警察也曾包围这台黑色的轿车，确认车顶开车人的身份就是犯下南投鹿谷清水邮局抢案涉案的嫌犯。邮局的火你放来对无？无唔对。警方伫南投立月潭的环潭公路，将嫌犯抓到，随即送往警察局来询问。时间等来到早时10点左右，南投鹿谷的清水邮局，予这个涉案的嫌犯走入去，那甲当时正伫值班的姓刘的经理抬着伤，也判毋知什么物件放火引发火灾。雄雄那会足大，局长足大声，就是出来喊救人，就是说，就讲做杀人啦、抢劫啦，我想奇怪，那杀人抢劫。消防局伫接到报案了后，赶紧去拍火，也那这姓刘的经理送病院了后，伫头壳甲司机拢有受伤，刚才是无性命危险。应该是被刀子所伤，那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口，大概2公分多。那左边的肩膀的肌肉也有拉伤。这清水邮局所在较偏僻，不过边仔的社区活动中心真侪老大人当场看到该翕落来，歹徒当时驶一台黑色轿车逃走，无挂这车牌。犯案离开现场了后，又佮车牌挂上去。警方除了靠看到村民的讲法，也调看沿途的监视器，用车牌辨识系统掠到这个72处涉案的嫌犯。坦承，疑似因为投资失利，然后铤而走险，涉嫌犯案。犯案的过程中，因为被害人挣脱，那没有得逞相关的一个财物。这间邮局伫2018年也发生抢劫，警方研判嫌犯敢看到只有一个人值班，而且无保全，才因此下手。初步了解无财物损失，因来嫌犯也方依照强盗甲放火罪嫌移送法办。警方未来也对这款偏远的邮局加强巡逻，机动安排人力，加强防范抢案的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